咱来掀开咱的圣经，咱来看雅各书第5章。雅各书第5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6节。第1节到第6节，咱三甲掀开的时阵，咱三甲看。讲海，恁即跩富足的人啊，应当口吸葡萄，因为将有苦难临到恁的身上。恁的财物歹落，衫裤也互虫来夹。恁的金拢生产，伊个生产要证明恁的不对，恁的毋对。搁要食恁的肉，亲像火烧。恁伫这末世只知影一种钱财。工人互恁收割庄稼，恁亏欠因的工钱。这个工钱有声音来呼叫，并且伊个收割的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的主的耳仔咯。恁伫世上享美福，好安宴乐，着当在世的日子，竟然教养恁的心。恁定了义人的罪，将伊抬落，伊也无抵挡恁，所以咱今仔咱老看第1节到第6节。伫第5章呢，伫第5章，咱有法通看公式要怎啊来分第5章咱来分段的时阵，第1节到第6节，咱所读的又讲到又讲到什么？贪财贪财甲欺贫的境界贪财然后欺压跩贫穷的人。第7到11节就是吞论听候主的盼望。第12节实话实讲的坑面，然后第13节到18节讲到义人基督的功效义人基督的功效。我人讲这是最后伊的雅各伊劝解的。咱头先来看，咱今仔要来看第1节到第6节。第1节到第6节。一开始的时阵，伊讲富足的人其实这个富足的人呢，伫圣经内面伫雅各书，伊伫早时伊伫头前又提到咯伫第1章第11节你来看第1章第11节到第1章第11节你若讲看第9节的时阵，伊讲卑微的兄弟心肝就应该喜乐，富足的若讲卑也应该安尼，因为伊的确要过去，亲像草顶面的花一样。日头出来，烈风刮去，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无了。迄个富足的人，伫伊所行的事顶，也是要安尼的衰残。所以这讲到富足的人，然后第二点所在呢，伫第2章第6节也是讲伊讲恁烦恼羞辱贫穷的人，迄个富足的人减毋是欺压恁，拖恁到公会堂去嘛。所以伫雅各书伊讲到富足的人，伫第1章、伫第2章，甚至伫咱所看的第5章拢讲到什么？富足的人拢是负面的，所以是讲到因无好的一方面。所以解经家讲特别伫第5章的时阵，咧讲到跩富足的人有真大的可能因毋是真正的认白主，因毋是真正的认白主。所以伫第5章开始的时阵伊无讲什么兄弟伊无称因做兄弟。
我到第7节的时阵，咱今仔看到第6节啊，第7节一开始的时阵，伊就搁再来称呼讲兄弟啊，所以其实是对开始对第4章开始的时阵咱就看到讲伊无称呼因做兄弟真有可能即阵是虽然有伫教会兼且伫教会，但是因毋是真正的信主要讲到富足的人伫圣经内面常常看咱像有无好的评语无好的评语其实咱若看一个人富足一个人的富足伫圣经内面，咱也是有法通看到讲富足是上帝祝福的一个记号意思是啥物当上帝祝福人的时阵，伊也会祝福人，互伊富足。其实伫圣经内面有真侪好嘢的人是上帝所疼的，甚至也是真疼上帝咱看到约伯就是一个例约伯伊真小心伊家己所以圣经称伊做啥物伊是一个义人伊当作是一个别点汉伊也是一个财主但是上帝也是使用伊也是真疼上帝那么讲大卫伊是王，所以也是真富有所罗门国也是上帝所用的。所以咱若看新约的时阵伫使徒行传内面有看到这个使徒号做巴拿巴伊敢伊将伊的田地按遐伊卖了的时阵，伊将迄条钱摕来来放伫使徒的骹前所以咱看到讲，原来伫圣经内面毋是讲拢总富足的人拢总有钱的人拢是无好的，拢是无好。但是第5章咱所看的有法通讲所提到的在富足的人因是啥物因是叫做为富不仁叫做为富不仁所以你若看到有一张图伫恁的正背咱看到伊家己这个富足的人伊是咧欺压跩爽享的人伊家己会背反大背但是伊的头讲欺压到跩爽享的人，伊也是咧按遐来摕另外这方面另外一个张图看到咧钓鱼你看迄个富有的人伊钓的鱼毋是按遐咧钓伊是对什么强人的信仰来摕所以这个有法通讲是啥物为富不仁就是好嘢但是因真歹款待人咱较晚下国看到咱看下国来看所以伫第1章第1节讲恁跩富足的人应该着按遐来孝因为孝所以一开始我在用一个海一个海海的意思是啥物我较早有讲到了这个是讲你着听着留心着小心着注意听伊的境界境界其实伫第4章末后有提到你怀对未来有提到对未来自夸会骄傲恁知记得袂恁知记得袂伫第4章迄块人讲啥物伊块人讲啥物伊讲将来怎拢总伫阮的手头将来怎阮的手头所以阮要去迄个城咧，阮要去遐徛，然后阮要去做生意，阮要做卖买因以为因家己掌握了一切包括因明仔日怎包括因家己的生命其实伫第4章有甲人讲其实明仔日怎无人知影，所以那个意思是啥？咱毋通骄傲讲咱靠家己有法度，其实咱着靠主来生活靠主来生活。然后伫第5章伊伫遮对跩好业的人，还是跩为富不仁的人讲因为将来着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既然面对上帝的审判，人袂做咧外靠家己的金钱甚至都着干咱对上帝摕来领受的跩金钱咱着好好来用，
并且咱着精心会来听候，精心会来听候。那个为什么要讲啊到遮富足的人因会好啊？因为干呐？因为伊讲将来会什么啊？将来会审判，将来有审判。你若看迄阵圣经内面讲将来有审判其实伫原文内面即句话有一个叫做 definite article 冠词冠词冠词应该翻译什么啊？因为伊讲恁着小心因为恁将来因为迄个将来要临到恁的灾难因为迄个将要临到恁的灾难，所以伊讲迄个的时阵意思是迄个灾难毋是凊彩的灾难乃是上帝所避办的一个灾难所以咱活伫世上，咱会拄着真多的灾难现主时这个疫情来咱已经逐个人知影伫灾难内面是毋是就是上帝咧讲的一个灾难其实也可毋是咧。当圣经内面常常讲到迄个灾难迄个灾难是啥物呢？就是末日的审判所以迄个灾难就是啥物末日要来的审判意思是啥物主耶稣基督无偌久要来咯当伊来的时阵咱拢要徛伫主的面头前受审判。所以包括遮不有的人因袂闪日然后伫第二节伊就继续讲雅各就继续讲，伊讲恁的财米歹咯，3箍也互虫来加，恁的金银拢生产的，所以这要证明恁的不对恁毋对的所在这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些人这些好业的人因的罪状到底是什么因的罪状到底是什么？头一个伫第2、第3节就是讲到因什么贪得无厌贪得就是贪因为伊讲你的财米歹咯衫也互虫来加，然后金银拢生产衫敢若真会歹哪会互虫来加？财米哪会歹钱哪会生产意思是什么？因为因伤结做，然后伤结做的时阵因就堆积堆积真久堆积真久袂用着啦袂用着定定囥咧囤到落尾会歹去你别种的衫无伤结做囥伫遐无去插伊到一日你摕出来的时阵已经反黄了有时阵会会歹去有时阵咱有真多会目会真多会什么手体会咱的目徛伫咱的肚咧因为湿的时阵你摕起来要用的时阵给歹咯，所以伊是讲什么？因为遮人伤结做的时阵伊就直堆其实咱中国人咱感谢主因为上帝真恩待咱互咱食用拢有剩毋但有剩咱有真多叫做 extra 摕伫厝内，有时阵咱着3不5时咱着收者咱着整理者有一个无咧用的物件还是好的咱就落来摕出来，就该摕出来。阮伫美国徛的时阵逐摆到3、4月有因为叫做 spring cleaning 就是春天因着按遐来大扫除真侪人就将出来的物件就该扫看咱因春天因为冬天真寒落雪无法通创啥，到春天的时阵伊就开始来整理出来有一个衫无穿的有一个物件要用的无法通伤结做无去用因就该扫出来。因创啥呢？所以伫美国徛有一项真好就是伫春天的时阵常常有叫做 yard sale yard sale 就是伫因的厝内门口因做物件摆真侪物件，然后人有法通去买变真全是真俗的所以你若要去有时阵阮伫美国较早到无偌久因为真侪物件着去整着去看一摆阮去yard sale的时阵去买一个真水的叫做 turbo broiler
turbo broiler 真好用啊！阮伫菲律宾的时阵有用着啊，当然无带去啊。到遐的时阵看到这个 turbo broiler 也好也新啊，10块银美金就发通，毋知是10块，那是8块银美金有法通买啊。所以阮买来的时阵有法通用偌久其实 Yarzell 真好所以真侪人用旧的物件，是讲说袂用着的物件，伊按遐俗俗会甲伊拍卖出去通来清所以有时阵咱伫菲律宾咱兼且无迄款的颜色但是咱常常伫12月有时阵咱就将一个较水的衫裤咱就捡咧拖来教会是讲说咱互一个宣教士，这个是真好的一个物件。但是这些富足的人伫五常跩富足的人，因是无管别人伊拢总直直堆甚至到歹去第二伫第三节因毋若讲说因厌因真侪物件因无爱退出去因无爱退出去所以因无爱分送互别人其实咱若看圣经上帝讲伊赐福互咱毋是孤单咱家己要来享受，上帝爱讲咱将咱所得到的甲别人来分享所以但是因无安尼做圣经佫讲毋但安尼因敢若欺负跩工人欺负工人有人讲因是中世欺人因着仗势欺人亏欠跩人因的工钱因无互因无互因，所以跩人跩送行的人有时阵毕业的时阵无所在行所靠毋知要去找啥因若去找当做时会跩官长有时阵跩做官的人送款徛伫跩好野人的身上也是去的但是所以圣经讲什么因的冤声就进入到耶和华的耳所以当因开始跩受欺压的人的时阵因只有向上帝按遐来祈求但是雅各就讲当因会祈求的时阵上帝按遐垂听圣经讲什么伊讲因的冤声已经入了什么万军的主的耳万军的主万军的主这个字伫新约当中孤单伫一个所在来出现孤单伫一个所在出现万军咱旧约咱看到什么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所以万军的耶和华伫旧约是上帝的名是上帝的名但是到这新约的时阵雅各特别讲万军的主那主这个字是称呼啥耶稣基督是称呼耶稣基督所以伊就是讲耶稣基督甲旧约的耶和华因就是上帝所以耶稣其实就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伫圣经内面用真侪摆但是真趣味就是摩西五经就是头5本摩西所写的旧约内面毋捌称呼上帝做万军的耶和华常常称呼耶和讲伊是耶和华正伊是 Elohim 伊是主伊是王但是毋捌用万军的耶和华这个名但是伫旧约的先知册内面就常常用到这个词特别伫耶利米书伊用88摆翻做这个名这个上帝的名万军的耶和华常常就是讲到耶和华是拯救者甲保护者的这个性质连伫一下所以讲到耶和华是万军的耶和华讲到耶和华伊是拯救拯救者耶和华是保护者所以雅各用这个词直接用这个词讲万军的主就是来经过去怀按遐藐视上帝律法的人这种富足的人因藐视了上帝律法因袂晓听人欺压人的时阵伊就讲上帝其实会拯救这种双向受害的人然后伊会刑罚跩歹人其实这互人看到一项咱所拄着的冤屈有时阵咱讲哎呀咱受冤枉毋知要干啥诉苦
其实上帝看去啊。当咱甲上帝讲的时阵啊，上帝听去啊。那上帝看去，上帝听去，上帝要伸冤，上帝会拯救，上帝会保护。到第5节啊，咱看到因创啥？因只会晓享美福啊，享受福气啊，享受福气啊。因敢若教养家己的心啊，就是家己爱得到啥，伊家己就是安尼啊，伊也无敬畏上帝啊，敬畏上帝。但是咱问一句话啊，咱有财迷的时阵，享受难道毋对吧？咱无法通享受啊。其实咱看我会来讲啊，上帝赏赐予咱啊，是一方面是要咱享受啊，但是因敢若因享受家己啊，因无敬畏上帝啊。然后第5啊，就是伫第6节啊，讲到因敢若因将义人该杀死啊，因欠债就是冤枉义人，然后为着钱财的缘故，跩义人甲双向的人敢若。因就安遐来欺，毋知若欺压因啊，也无公平的对待伊，甚至有时阵用枪弹，互因敢若因失丧因的性命。所以第5章第1到第6节就讲到跩义人啊，因有钱啊，但是因敢若无敬畏上帝啊，因的行为啊，上帝伫遐要来对讨。所以既然若是安尼我搁教大家来想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上帝予咱钱财的时阵啊，咱就怎啊来看待怎啊来看待怎啊来看钱财啊？我记得伫几多年前啊，我有讲一篇道理啊，叫做什么金钱观啊，然后要怎啊来看金钱啊？咱基督徒对财迷咱的观念到底是什么观念是什么？咱要怎啊来看这物件？来看这物件伫我咧看internet 伫遐咧研究的时阵我就看到讲有人讲讲什么？伫社会中对财迷财富的普遍的假设是什么？当然，这是社会中人看到的因的假设是什么？头一个因认为什么？物质财富通通过透过权力、地位、幸福甲安全，带予人真正的满足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讲，这个人敢若真侪人咧追求钱财呢？因为认为讲，你若有钱财的时阵你就有权势你就有地位你就有安全你就有幸福所以会互你真正的满足这是人普通的人所看起第二得到无限的财富是人生达得追求的目标这伊讲到无限的财富就是讲咱追求是讲说趁钱毋是毋对但是有的人敢若无限的就是讲我要搁较多直搁较多伊讲这个是人生达得追求的目标。第三，因的观念是讲，说财富是衡量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伊如有钱伊的生命就较有价值无钱的人伊的生命咱无价值第四讲财富也是衡量成功的标准所以你要看一个人伊成功还是无看伊的车，看伊的厝，看伊的钱这是社会一般的人的看法然后第5讲所有权是绝对的，我所拥有的是我应该有的，就是讲我现主时所得到的是因我家己的努力来赚来当然讲到努力的时阵，伊也无讲到这个是用正确的手段，还是还是无正当的手段，但是就是讲我摕到这物件就是我的然后第6讲你要得到比你要分别人更较好你要得到比分出去会更较好第7为了人为要得到财物通敢不择手段无有法通凊彩抢单但是就是主要要得到财物这是说社会顶面咱看到有真侪人安尼做
第八啊，咱看到伊讲资源啊是无限量的啊，所以无必要来节源啊。因为咱有资源真多，咱有钱啊，有法通用啊，所以咱无管伊啊。因为咱认为伊是无限量的啊。第九啊，伊讲社会啊必须负责民众个人的问题啊，并有责任满足大家的需要啊。其实伊讲社会啊，就是讲到政府啦。所以意思是啥物？我好嘅人，我钱是外底是外的啊。那要帮助在双向人啊，这个是政府的问题啊，是政府应该要有的一个责任啊。这是人的看法啊。然后第十啊，有道德行为啊，对要得财成功啊，实在是无好啊。意思是，你若愈讲道德啊，你在是袂干啊。袂成功啊！你在世袂赚大钱啊！你若要赚大钱啊，你道德要放伫边头啊！这个是社会的人啊，对财务啊，迄款的观念，迄款的看法啊。我知影咱感觉像啊，你也想想咧欠财就是安尼啊，欠财就是安尼啊。这是社会的人伫教会的人也是讲说基督徒对钱财怎啊看法啊？其实真侪基督徒啊，因对钱财的看法也阁是无合乎圣经的看法因为有一个假设，也是同款无拄拄是对的啊。因为什么款的假设咱阁来看，就是基督徒中对财富有偏差的一个观念所以偏差的观念是什么？头一个，金钱是什么？罪恶的还是讲至少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因为金钱的缘故有人有基督徒认为讲物质拢是世俗的享受物质是无属灵的享受物质是无属灵的第三，富有的人是物质主义者双向的人是对唯物主义得到头棒袂阁再注重物质了啦，还双向的人是安尼吗？有时阵无拄拄所以咱讲这个是偏差的观念然后第四讲人的灵性基督徒的灵性是甲财富有直接的关系啦有直接的关系伊就认为讲财富是上帝祝福的标志所以这个真正属灵的人上帝即刻祝福予伊啦，伊在世是成功的，在世是成功的咱其实现主是有真侪咱叫做什么有一个特别伫电视一个咧传讲福音的人因也是认为讲什么就是安尼上帝在世是祝福基督徒，所以这个基督徒咱诚实听主主就是祝福互你当你无钱的时阵，你双向的时是意思是啥物？你信心无够强，甚至有法通讲你对上帝无迄款的真心当然这个毋对的所以安尼起来意思是啥物？双向贫穷是灵性软弱的一个标记这个就毋对第五甲这个相反的就是讲有的人认为讲灵性是甲贫穷有直接关系伊讲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伊在世会放弃在面顶面的成功然后贫穷是大家追求的一个美德基督徒应该过着一个什么真简单真束缚是真朴素的一款的生活方式所以你若有钱意思是你的灵命无好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看法另外一个看法。有人认为讲什么？信心的生活是外靠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供应一切需要比家己来负责你来筹划更加属灵意思是啥？咱毋通为着将来的代志家己来拍算所以咱有着安尼来外靠上帝当然这个较早时有一款所以有人捌问讲说咱基督徒会做你买那个什么 insurance 买会做你买保险买人寿保险买
啊，你若买保险的时阵，是毋是你对上帝无迄款的信心啊？所以你才着为着你家己将来铺路，还是为着你将来会行你来铺路呢？所以这个也是有一款的讲法啊，有一款的讲法啊。然后第7啊，对未来的规则有比啊，甲辛苦上帝无一比啊。意思是你若为着你将来的代志你有土托咯你有叫做你有去投资为着将来这个是可能从讲你对上帝无迄款的辛苦这个是也是毋对的观念嘛。然后第8讲上帝是反对怀富有的人伊是徛伫贫穷的人的一方面无拄拄咱怎么圣经有看到咯？第9讲到风险是一款的义务所以做基督徒咱应该着安尼做因为伊是义务第10如果阮奉献予上帝上帝有义务将更较多着赏赐予咱今是圣经讲咱奉献马利基讲上帝要开什么天顶的窗庆福予咱，所以当咱开始咱奉献予上帝时阵，上帝在时着祝福予咱这个才是对的。咱会看到讲这些观念拢无合乎圣经无合乎圣经所以到底咱应该着怎来看金钱，怎来看财富呢？伫圣经内面咱基督徒着怎来看我来分享几点头一方面上帝是真正的拥有者意思是什么？逐项是上帝有的这要怎食欠一个拥有拥有欠一个欠下一个意思万物拢是上帝的万物拢是上帝，伊才是真正的主人因为伫创世纪第1章第1节讲什么？万物天地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并且伊所创造的拢是真好，所以一切拢是属上帝第2上帝托付人做伊的管家上帝托付人做伊的管家伫创世纪当上帝创造人的时阵圣经讲上帝就赐福予因，我对因讲着生养精壮，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要来管理海内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上帝将人伊交托人叫人来做伊的管家。咱会记得伫马太福音第25章有耶稣有讲到譬如伊讲上帝亲像一个王伊要离开的时阵伊就叫3个仆人来伊一个伊互伊5000，一个互伊2000，一个互伊1000，然后伊就去无偌久伊来的时阵伊甲因来算账互咱看到讲什么？咱所有的是上帝所交托咱的，上帝所交托咱的第3上帝毋但交托咱伊是迄个许许百米互咱响应的上帝毋但互咱管家，其实伊互咱来管伊互咱享受伊互咱来管的时阵，伊互咱享受伫遮我问一个问题有的人咱有生理咱生理的时阵咱若家己管的时阵家己来经营会做哩但是咱会做哩来请什么经理对无咱请经理来经营所以经理来经营的时阵可能像一个生理伊就有法通做伊的什么伊的一个决定伊要用去倒伊要怎来发展伊有法通做但是伊虽然有法通做伊到落尾伊就跟主人交主人来算账伊就来负责任但是咱也有请一个管理一个经理来做咱的管家请问咱所交付伊管的这物件伊有法通享受无？伊有法通享受无？咱会讲有伊有法通享受，但是伊毋是拢总享受，敢是伊若有享受一部分来享受一部分伊趁钱
推公司趁钱的时阵，公司会互伊薪金，薪金是趁钱内面的一小部分尔。但是伊袂记得用另外一部分，因为迄个毋是伊的，是上帝的，也是上帝的还是讲说是主人的所以做几年前我看美国的球叫做什么 basketball 篮球个 NBA 我是真爱看 NBA 原来做球员因的薪金真贵因的薪金真贵算百万算有的个几年4、5年算亿个所以伊真侪钱伊毋通因毋但有即款的钱甚至什么每一摆有广告的时阵有广告因有通分然后伫个球场人去看的时阵因卖票卖票了因所收入的拢总因跩球员有通分有通分我讲哇跩都袂歹因的薪金很大条因阁有法通分反做伊才分反做但是虽然因有法通分但是大部分呢也阁毋是因摕去是跩球队会跩什么会主人摕去因分小看虽然伊小看算起来伫咱看起来真大但是有原是一部分但是你会记得咱的上帝咱是伊的管家当上帝叫咱管理伊交托咱的每一项物件咱有法通响应咱有法通应无咱有法通享受无上帝有讲无我予你一部分享受尔其余的是我的你袂做你去担袂做你去享受我看毋是上帝讲我跩予你你拢总享受伫我予你的财物内面你将一部分交予我所以上帝要求什么奉献要求偌济1/10减是所以上帝意思是什么这种物件我交予你你好好来经营你将1/10予我90%呢你家己有法通用所以咱你说起来咱的上帝咱的主人是真慷慨的主人世界无一个人是安尼你会算你无交予一个人来讲你将1/10予我其余的你的拢总你的你家己去用无人会做安尼代志啦欠说人讲我1/10予你其余是我的就有啦但是咱的上帝干伊是赐予咱然后爱咱享受的上帝这款的上帝这款慷慨的上帝愿意使用祝福的上帝是咱值得辛苦的值得将咱家己交伫伊手头的人这个是圣经所予咱看去的一项代志然后第四基督徒咱怎样看金钱呢伫这哥林多后书有讲伊讲上帝有法通将逐样的恩惠做会加予恁伫凡事顶面充足然后有法通行逐项的善事所以上帝要予咱有咱充足予咱有法通做代志第四项咱应该就会记得金钱毋是邪恶会记得金钱毋是邪恶什么才是这是邪恶呢贪财才是贪财甲金钱无相同提摩太前书6章第10节甲咱讲咱来大家来读这读了咱才有法通甲会记得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戀錢財就受引誘離開了真道因真多愁苦將家己插透所以什麼是萬惡之根呢是貪財毋是金錢會記得金錢本身是中性的伊毋是邪惡的邪惡才是萬惡才是貪財才是貪財所以這是咱應該要有一個聖經予咱的觀念第5就講什麼佇財物頂面咱就榮耀上帝上帝既然予咱毋但予咱享受交託予咱所以咱應該就佫佇財物頂面榮耀上帝有一個人叫做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 這是佇英國一個
真出名的这个上帝的仆人啊。伊算有几个叫做什么左右铭伊头一项特别伫金钱方面伊讲尽你所会来趁钱尽你所会来趁钱我相信咱大家人拢讲对咱拢赞成伊安尼讲的然后第二呢，尽你所会来节省你们趁真侪钱你问凊彩开你就会记你家捡起来家节省咱听了的真侪人听了也是点头讲对咱就趁钱，咱就节省咱就付出第三，尽你所会来互人是互上帝这个物件咱就感觉讲咱较艰苦来做咯尽量趁钱会做的啦，尽量省钱会做的啦，尽咱所会，咱就去分享互别人，甚至咱就奉献互上帝真侪人就感觉真艰苦来讲但是圣经甲咱讲咱就看上帝要求咱咱就奉献互上帝。其实这个两方面头一方面咱是奉献互上帝，第二方面昨晚咱哥林多有讲咱就尽量做善事帮助人所以两方面一个是帮助人，一个是互上帝互上帝帮助人咱看到咱感谢主伫这个 COVID 的点钟疫情的点钟，咱看到有真侪人因愿意将因的钱来帮助别人，帮助一个较双向的人，是讲较有需要的人，这真好的美德所以真侪基督徒国家是安尼特别伫美国咱看到有真侪基督徒因做的善的好事因的贡献伫社会顶面实在是做真侪，所以咱感谢主其实伫菲律宾咱看到华人教会伫这方面帮助别人奉献这方面咱上帝毋但赐福互咱辉煌的信徒有迄款的钱有迄款什么乐意帮助人的心，乐意奉献的心但是咱个人伫上帝面头前，咱就会记得奉献讲到奉献我用刷落去差不多15分钟咱讲到奉献咱讲到11奉献11奉献这11奉献记载伫倒啦？当然咱第一页的是伫马太记书第3章第10节马太记书第3章第10节，伊讲万军的耶和华讲，恁着将着纳的1/10全年送入仓库，互我的家有粮。伊安尼试我，是毋是为恁敞开天顶的窗轻福互恁，甚至无位通堆，甚至无位通堆。写讲到什么？将着纳的10%全年送入仓库。什么着纳着纳的时阵看咱剩是一个义务看咱剩一个义务其实这个是上帝所吩咐应该着用10%来奉献有一个人会认为讲这个10%这个是旧约的这个是旧约的10%咱现在是毋是搁再生活伫新是旧约咱伫新约内面咱来看新约怎教导，但是咱来看这个10%到底旧约的10%到底是什么咱来看规则的圣经节头一节是利未记27章第30节利未记27章30节伊讲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精子，是树顶的果子，10%是啥个是耶和华的，是归乎耶和华做圣。所以这个是利未记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伊讲所有的一切地上所有的是什么？10%是上帝意思是你对上帝所领受的10%，你是归乎耶和华。了归乎耶和华是什么呢？其实伫民数记18章讲较清楚，伊讲凡以色列中出产的10%，我已经赐予啥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为伊所办的是会幕的代志，
所以输互因做什么？互因会讲会落啊。意思什么？这1%，咱讲要奉献互上，要以色列人奉献互上帝，是怎样奉献互上帝法呢？原来是互利未人啊。咱在以色列有12个支派内面啊，12个支派内面啊，利未支派啊是专门咧负责会幕的代志啊。啊，然后有圣殿的时阵是专门负责圣殿的代志。所以因无什么，因无产业嘛。当然上帝互因什么对，互因对，互因啊，这就是互因城啊来建起啊。但是因无分产业啊，当以色列啊，当上帝带以色列入去迦南地的时阵啊，伊将这地分互12个支派啊，其中利未支派因无啊，因无，原来因无，所以上帝讲什么？以色列人啊，其余的支派啊，将因1/10啊，就互利未人啊，利未人做因的所费啊，做因的生活费啊。然后利未人啊，的1/10啊，因摕到的1/10啊，因就互啥啊？互祭司啊，互祭司，这是圣经所讲。所以头一项咱看到这个1/10啊，是互利未人的。第二啊，伫申命记第14章22到23节啊。伊讲，你就将你野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10分摕1分，我要将你的五穀、新酒甲油的1/10，并羊群、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食伫耶和华你上帝面头前，就是伊所选择要立为伊名居所的。安尼你就通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这讲什么呢？原来是讲啥？因着将因的土产啊，因的酒啊，然后伊的羊群、牛群啊，然后因摕1/10啊，然后再羊群、牛群的头生啊，伊就干呐，食伫上帝的面头前。什么意思啊？食伫耶和华你上帝面头前。原来上帝啊，吩咐以色列人啊，每年啊3摆就去到耶路撒冷啊去敬拜。去敬拜的时阵啊，因就带牛羊交因的奉献啊，带到圣殿去。带到遐去的时阵啊，因唔单啊献上啊，因有干呐，因有叫这个哀宴啊，哀宴啊。所以伫哀宴内面啊，因就将因1/10奉献出去啊。但是因有份啊，伫这个哀宴内面啊，因有法通用牛羊啊献互上帝了，就是伫遐来食，伫遐来食。意思因干呐？因享受，所以咱看到一个10%啊，甲头面前的10%无啥。头前的10%啊，是完全互利未人啊，但是这个10%啊，是因要奉献啊，然后因有法通享受的。所以这个是第2个10%啊。然后圣经内面啊，佫刷落去啊，佫讲什么呢？啊，第14章28、29节啊，伊讲每摆啊。每逢3年的最后1年，你就将本年的土产10%拢摕出来，则存伫你的城中，伫你城内面无份无业的利未人，甲你城内寄徛的，并孤儿寡妇，通来有法通食日饱。安尼耶和华你的上帝，就确伫你手内面所办的一切事定赐福互你。假如每3年1摆，因就摕这个10%啊，所以每3年啊，落尾年因的土产的10%，这个10%要干呐？是要互怀利未人、互寄徛的、互送乡的人、互孤儿寡妇。所以换一句话讲，这3年内面的10%啊，其实每年是偌济啊？你若分3是1/3啊，每年有1/3啊。是要来帮助送乡的人，所以呢，安尼看起来啊，旧约的10%是完全互利未人，第2个10%是要什么？因有法通食，有法通享受的。第3个10%啊，是10%的1/3啊，所以是3.33%啊，这个是要互送乡啦。所以你若加起来啊，
旧约的1/10偌济？23.33啊，所以是23.33。所以其实上帝啊，伫旧约内面啊，什么条规啊，还是讲吩咐以色列的，唔是1/10啊，是22.33啊，23.33% 啊，所以是不止关啊。但是干啊，咱逐摆讲上帝爱咱什么1/10啊，1/10。所以但是有人讲1/10是旧约的啊，新约的有讲到1/10无？好，新约有讲到1/10无？啊，咱来看圣经节啊，耶稣怎啊讲啊？好，伫马太福音23章23节，新福记啊，23。伊讲你这敢有危险的人，的文士甲法利赛人有灾厄咯，因为恁将薄荷啊、茴香、芹菜献上1/10，迄个律法顶搁较重的代志，就是公义、人民、信实、烦恼无行啊。最后一句咱来注意啊，这个搁较重的是恁着行的，迄个也是唔通无行的。好，耶稣咧讲什么？伊讲这个较重恁着行的，这个较重是什么？好，就是律法顶面较重的代志什么？是公义、人民、信实。伊讲恁有风险啊，但是较重要是恁着干呐行公义、人民、信实，所以这个较重恁着行，迄个也是唔通无行，迄个是指什么？就是指因所奉献的1/10，所以伊所指因所奉献的1/10，所以安尼看起来的时阵呢，耶稣至少伫马太福音啊，伊无讲说，咱已经伫旧约咯，咱已经伫新约啊，咱无需要1/10。伊讲迄个较重要的，恁着行，但是迄个1/10，恁有缘着做，恁有缘着做。啊，然后啊，咱看到保罗伊怎啊讲呢？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咱所写的，伊讲所以兄弟啊，我以上帝的慈悲肯定，要将身躯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恁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这讲到什么？讲咱将咱家己当作活祭。敢若活祭啊，活祭啊，其实食的祭啊是毋是甘心祭啊？毋是感恩祭，这个是叫做什么祭啊？这个是叫做活祭是烧祭，烧祭的意思啊，就是将隆重献出来。所以保罗啊，伫遮讲什么？咱既然得着上帝的救恩，咱就将咱规个人奉献给上帝。所以我问你。当你将你规身、规个人奉献给上帝，你的钱包有掺伫内面无？你的财物有掺伫内面无？你的银行簿有掺伫内面无？有啊，隆重掺伫内面。所以其实你若按照新约的标准，咱奉献给上帝是偌济？隆重，一切是上帝。哦，我较多，所以你讲我无咯，我无要按照新约的，我去旧约哪能10% 啊？其实1/10啊，1/10是什么？这个是迄个basic基本的啊，个基本的。咱若晓10%开始奉献的时阵啊，上帝就干会祝福互咱。当然，咱奉献啊1/10啊，然后若有咱会搁较加。但是较重要啊，毋是迄个钱额，较重要是咱的心，咱怎啊奉献，这个真重要。咱怎啊奉献真重要，咱的态度怎啊？有时阵啊，伫咱咧崇拜会的时阵啊，要咱知有奉献啊。有时阵有的人无去备办啊，无去备办的时阵啊，到奉献底开始咧唱奉献诗歌的时阵，奉献底一来啊。咱就赶紧摕咱的钱包啊，赶紧摕钱啊！然后咱阁惊，讲说咱隔壁的人毋知会看到袂啊，所以咱就慢慢啊来啊，现在无看就现在就摕出来摕落去啊，
有的人忝，有的人要摕100块啊，伊抽到是1000块啊。哎呀，忝落去的时阵要怎啊？啊，你无法通办，你去集数，讲法集数，啊，无人啊对要做啊，我要哪要险100块，人我添1000块，你就拄我交100块，啊，无安尼啊。别人甲我讲啊，啊，讲牧师你知影无？啊，即种毋是咱中华，伊讲伫风险地内面看起来啊，我看到师母啊，啊，干啦，因为伊会在收掉啊，伊月伫伊个皮包内面啊，所以伊抽的时阵啊，连伊个师母摕落去啊。啊，然后伫咱的教会啊，别人风险啊，伊个钱啊是干呐袂用你的啦。咱顶摆也有5-5日补咱啊，你若换钱啊，到今年啊，差不多几年前啊，4-5年前，咱搁再换一摆，换一摆了的时阵啊，检视咱的钱就有一个什么，有一条白色的，有一条金金的才对。我看到教会啊，有一个钱等伫倒咧，我讲迄时间啊，伊讲有人风险呢，哦，内面啊就是袂用的啦。所以毋知影迄个人知影，伊才去忝落去，还是伊毋知影？无小心再去忝落去，咱的态度到底是怎？我记得我囡仔细汉的时阵啊，阮就开始教伊啊，教伊若去主日啊，恁就奉献啦。所以阮就甲伊换什么？顶摆还有5块银的纸海，阮就去换新的5块银的纸，还讲哦，你这个啊，伫主日的时阵你奉献啊，是新的啊，咱将做地好互上帝。所以因上摆日时啊。在世人就来摕5块银呢，因就摕，但是阮在世互伊新的，真欢喜啊，摕5块银。有一摆啊，阮迄时代啊，伊嘛6-7岁无啊，无细汉哦，4-5岁啊，伊都摕伊5块银啊，要去奉献啊。然后啊，伫主日学内面的教会有一个什么阿兄，比伊较大几岁啊，看到伊摕一张5块银新的。伊就甲摕来啊！伊就讲哦，你借我，我甲伊看卖者。伊甲摕去的时阵啊，伊甲换一个5块银互伊啊，是用个什么雅古的5块银啊。啊，所以讲我买做你啦，我要伫迄个啊。但是迄个人较大汉啊，啊，伊较大汉，伊讲无哦，你迄5块嘛是3、5块银，你去奉献啊。哦，所以啊，阮家就真相信嘛，伊就好啊。啊，到崇拜会了后，倒来到厝内，伊就跟牧师娘讲啊，伊讲迄阿兄将迄5块银新的5块银摕去啊，然后换一个旧的互伊啊，换一个旧的互伊啊，所以牧师娘就去找迄个囡仔咯，当然无骂伊啊，就甲伊讲啊，伊甲伊讲，咱5块银啊新的啊，阮是要互囡仔去奉献啊，咱就将做地好互上帝啊。你看到5块银新的啊，你也是爱奉献，点是？你会做你跟恁爸爸讲啊。因为恁爸爸伫银行内面啊，咧做工啊，也是真经伫银行内面做工啊。然后啊，伊银行真俗啊，你甲伊讲叫伊去换一个新的5块银，你每摆日你甲伊摕，你茫抢别人，你茫摕别人的，安尼会无好势。所以虽然讲说5块银嘛是5块银，也是啥啊，但是恁有法通什么有迄款的心态啊？所以咱奉献互上帝啊。是上帝所喜悦的啊！最后啊，我互恁看一节的经文啊，是伫《申命记》啊，伫第8章17、18节啊，我感觉真水的一经文啊。伊讲惊恁心内面讲啊，这才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啊，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你着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着这才的力量，干呐是伊互你的。为要坚定伊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亲像今仔日一样。所以才讲到什么啊？讲到上帝啊，跟以色列讲啊，以色列人讲啊，你就会记得啊，你有法通趁钱啊，迄个力量按倒落来啊，上帝互你。所以意思是，咱所有的一切是上帝互咱，上帝互咱身躯勇健。上帝互咱聪明智慧，有法通趁钱；上帝互咱好的机会。我常常甲有时阵会甲一个算命人咧讲话啊，因会讲啊，哇，上帝啊，真奇妙，互因机会。我说原来趁钱是机会啊，
啊，你拄好有迄机会啊，你就有法通赚到一条钱啊。你若无，你若失去个机会就无。机会谁啊？互咱呢？是上帝。力量谁啊？互咱啊？上帝。聪明智慧谁啊？互咱呢？是互咱。所以呢，咱就看到讲，原来咱所有的一切，上帝互咱。然后咱的上帝啊，伊是毋但是富的上帝，伊是慷慨的上帝，伊要赏赐互咱啊，互咱如做会干啊，毋但是咱如做享受啊，如做咱得到的时阵啊，有法通帮赞别人啊。啊，愿主啊保守咱啊！啊，咱看到第5章啊，国讲啊，够侪富足的人啊，因是干啊无好呀，因为因拢总看家己。但是圣经毋是讲有财米、有财富啊，是歹的，是着因这是上帝的祝福啊，咱就好好来用啊，咱就会记得一切是上帝来的，然后伊要咱享受，伊要咱奉献互伊，伊要咱帮赞啊，来将这个福气流露互别人啊。愿主施恩赐福，互咱每一位啊，有法通伫金钱顶面啊，有法通学习啊，什么款是好诶这个态度啊。所以啊，